各位市民大家好，呢個係社會民主連線嘅籌款站，請各位行埋嚟用10蚊幫我哋打一張社會民主連線嘅籌款獎券。我哋籌款嘅經費係攞嚟幫助我哋嘅恆常開支，而我哋嘅恆常開支係攞嚟幫助弱勢社群，協助我哋發揮濟弱扶傾同埋不同嘅政策嘅方向，好似我哋會將你們好似我哋會向不同嘅政策説不好似我哋嘅立法會議員黃毓民響立法會入邊掟超為老人家爭取300蚊生果金，我哋嘅立法會議員楊國雄常安喺財政預算案期間去掃財政司嘅台，向呢個不義嘅財政預算案説不，想調小明司長唐英年發揮去宣讀佢哋嘅政改方案嘅時候，我哋嘅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將一個微波爐掟向我哋嘅調小明司長嗰度，向代表話俾人哋聽，呢個係一個不義嘅政改方案，係一個翻新嘅政改方案，所以我哋要搞呢個區總辭全民公決，爭取2012雙普選，大家可以行埋嚟我哋嘅籌款站嗰度攞一張區總辭全民公決嘅選址訪了解一下乜嘢叫做區總辭全民公決。呢個其實係俾300萬市民一個政治民主嘅權利。有啲保皇黨抹黑我哋，話政府要浪費1億去搞公投，其實如果用1億嚟講咧，多謝呢位先生先一獎券俾你，先生攞張獎券。多謝。好似我哋有啲保皇黨，抹黑我哋，話我哋要用1億去搞一個公投，多謝支持，多謝。好似有啲人話我哋用1億去搞，政府要浪費1億去搞呢個公投，但係呢個1億其實係使得絕對好抵，因為如果除翻700萬市民用40蚊就可以有一個直接民主嘅權利。相比起政府用600幾億去起一條廣深高速鐵路，用好多嘅錢去請一啲政治助理，去請一啲副局長，用好多嘅錢去養一班懶人，養一班高官，養一啲好似林瑞麟呢啲咁樣嘅廢柴。其實如果將呢啲錢使響去協助弱勢社群，協助推動民主。